接不接平台發佈任務可以指定地區範圍發佈。接任務者睇到有呢個標識嘅係設置咗地區嘅訂單，可以揀定邊個區做任務，可以揾大埔友吹下水，可以去試食探店喺荃灣路德圍，仲可以用地圖揾任務，身邊有咩 order 一眼睇晒。地圖上銅鑼灣景點幫人打卡就可以直接賺到錢，呢啲稀有任務都有喎。啱心水就即刻撳入去搶，仲有更加刺激嘅玩法就係發佈任務可以設置範圍，設置咗800米範圍嘅任務係呢個標識顯示，喺個任務範圍內先準申請接單，極速配對到最啱嘅接單人。當你係任務範圍之外，系統會顯示你仲有幾多距離可以踏入任務範圍，並且當你移動嘅時候會實時跟進你嘅距離。當你踏入任務範圍之後，就可以申請接呢個任務啦。強大篩選功能可篩選離你最近，幫你揾到身邊嘅訂單，唔使專門揾。路線最順、價錢最靚嘅全部篩得出，深水單快手，落手爭奪，區域搶單快人一步。接不接平台，發任務接任務都咁爽，即刻下載體驗。